这书信，你是从何得来的？我假借名义住在了木间府上，趁他们不备，偷偷找到的。我知道这背后官官相护，层层包庇。您有所忌惮，民女理解。不，我只是在想，我为何会错杀一个好人？大人，我李庸，20岁高中魁首，10年7签，连月10级。时至今日，我心中的愿景始终没有变。我最恨的就是这帮国之蛀虫，贪官污吏。我李庸绝不会让他们毁了大圣。